这是节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印度总统76岁生日；达赖喇嘛尊者参加斯拉妹寺举办的药师佛祈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蒙古国新当选总理；司政边巴次仁启动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官方网站。藏人行政中央欢迎美国国会通过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褒奖决议。藏人行政中央祝贺澳大利亚新任影子外交与贸易助理部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欧盟对西藏宗教自由表达关切。瑞士藏人和各方团体在日内瓦举行和平抗议，呼吁结束充公压迫。驻澳洲华人联络官出席曾遭中国羁押华裔记者陈雷新书发布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6月19号致函印度总统德拉帕迪穆尔穆，向他致以67岁生日的诚挚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表达了他对印度的深厚情感，并感谢印度政府自1959年以来接纳尊者和10多万藏人，并祝愿穆尔穆总统幸福安康，在引领印度这一伟大国家的使命中取得圆满成功。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日6月15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印南色拉妹寺举办的药师佛祈愿法会。在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大乘法院并登上法座后，在色拉妹寺诵经师的带领下，与数千名僧俗信众共同念诵药师佛心咒。在诵经间闲，达赖喇嘛尊者口传了他多年前创作的吉祥天母祈愿文。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6月13号致函公布扎布赞丹沙塔尔，祝贺他当选为蒙古国第34任总理。尊者在贺函中表达祝贺的同时，回忆了1979年首次访问蒙古的经历，以及自第3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以来，蒙藏之间深厚的宗教文化联系。尊者最后祝愿公布扎布总理顺利实现蒙古人民的愿景与期望。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6月18号在外交与新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官方双语网站，并宣布在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暨慈悲年之际，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期1整年的庆祝活动。司政还介绍了将在达兰萨拉及世界各地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并指出该官网旨在展示达赖喇嘛尊者一生的成就与教导，以及集中发布与90大寿相关的消息。该网站目前提供藏英文双语版本，详情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网址。与此同时，位于美国纽约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前艺术家协会于6月15号在纽约与新泽西藏人协会的平措德喜大厅表演藏戏弥勒日巴尊者，拉开了北美地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的序幕。此外，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藏人协会与库鲁库拉佛教中心于上周三6月11号藏历萨哈达瓦月15日联合举办了一场跨宗教代表齐聚的庆祝活动，迎接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暨慈悲年的到来。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近日欢迎由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吉姆·麦克文以及参议员杰夫·莫克利与托德扬提出的2党决议。该决议将2025年7月6号定为慈悲日，
以此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并表达对西藏人民的坚定支持。这项两党共同支持的决议重申了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并表彰达赖喇嘛尊者为保护西藏文化与世界和谐做出的非凡贡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与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分别于上周代表西藏人民致函祝贺澳大利亚参议员迪恩·史密斯出任影子外交与贸易助理部长。两名领导人在贺函中赞扬迪恩·史密斯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并且感谢他在第9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期间发表的视频致辞，以及他在推动澳大利亚对流亡藏人的人道援助的项目。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伽马森格于本周二6月17号会见迪恩·史密斯参议员，转交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及外交部长诺增卓玛的贺函。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于6月17号在第59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当前全球严峻形势为题发表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对中国持续侵犯西藏的文化及其他权利表示担忧，并呼吁释放所有因行使其权利而被拘押的个人，并使相关法律与政策符合国际人权法。另外，欧盟和中国于上周五6月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40轮人权对话。欧盟官员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和西藏的紧张局势表达严重关切。欧盟代表在对话中特别关注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要求中国政府遵循西藏的宗教传统选任宗教领袖，特别敦促中国停止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并要求中方向国际社会公开失踪30年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欧盟还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西藏政治犯果西肉嘉措、扎西多杰、阿亚桑扎、宗公次仁、朱扎、洛桑克珠和洛桑格佩等西藏政治犯。此外，在第59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于本周一6月16号正式开幕之际，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在日内瓦组织了一场和平示威，揭示中共统治下持续存在的国家压迫。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己带领瑞士西藏组织和支持团体，以及来自多个中国民运团体的120多名藏人和各界人士参与了此次和平示威活动。代表赤列去己在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在中国入侵西藏近70年后的今天，藏人仍在遭受严重的压迫。他强调，这种打压不仅限于藏人，也波及维吾尔人、中国的基督徒及普通民众。他还强调，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行为日益升级，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压制异议声音，恐吓活动人士和流亡者。此外，代表赤列去己还于上周四6月12号在苏黎世大学参加了由达赖喇嘛尊者的首席英文翻译、著名佛教学者格西图登敬巴主讲的21世纪的佛教为题的专题讲座活动，以及第10届苏黎世藏语日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沃桑姆于本周三6月18号在悉尼出席曾遭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拘押3年半的澳籍华人记者陈雷的新书《自由回忆录》发布会。在会后与达瓦桑姆的交流中，陈雷表示关注西藏、东突厥斯丹与香港等族群面临的人权问题。他强调，这些群体代表在自由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形成更有力的公共倡议网络。同时强调应现实看待国际政治，理解政策制定者的考量，
从而获得更有效的支持。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